并且准备前到冲，分到冲，讲师好。讲师好。各位请请坐。好，咱顶面就讲咱今日蜕变目的就是要为这个人心蜕变到这个人心。当然要蜕变到这个人心，就是过程，有一个过程。所以修道做对了，这种咱目标了了，来这过程做对，很重要。所以我就以3点甲咱做参考第一个是讲要有正确的心，就是要当关心。爱当发心，这3点甲咱做参考啦第一点呢，就是讲要有察觉的心，察觉。修道上惊就是正变，不得不觉，是咧变。这句话是咱师尊老板讲的正变。为什么讲爱上爱惊就是正变？当然，这牵连到咱人的这种的习性啦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我想照着讲，较早我咧读册的时阵，篇文章叫做《习惯说》嘛，这作者叫做刘荣，因为伊书房内底啦因为较早涂骹面学咱讲拢有涂迄个盐太啦，讲涂迄个红较早拢涂骹面涂的所以这涂拢会比较无变，而且每一个拢固定伊也整理，但是迄房间内底呢，刚已经搭出过啊，所以呢，伊咧行的时阵无小心去踏面，这来一回这踏所以呢，伊踏面遐敢踹的，但是伊也无插伊所以因为这间是伊的厨房啦所以逐工咱一直行，行一个久了后，行到迄个骨愈行愈大空，但是因为逐工咧行，袂感觉讲有遐有一骨伫迄个所在啦。有一工呢，因爸爸咱行，因为固定去甲顺嘛，但是已经拢拄无一个，所以就去内底甲看。我行到遐代时阵，看到讲遐来一骨空伫迄个所在啦，伊个甲刘荣叫来讲，这个小代志，照你讲就是讲，应该先落平啊。这小代志来做无好，变啊做大代志呢。所以呢，叫人来脱皮。当脱皮了后呢，后来伊佫行入去，因为本地个行到迄个所在，一个面搭的，伊拢知影，款式款式，到底骨仔内底个咱是行伫个平路行款。但是因为已经要脱皮开伊行到遐时阵会感觉，咱亲像木开安尼颠倒袂惯势啦。不是个一段时间过了，会适应，够适应的。这个是讲咱人的一种习惯性习性。所以呢，就是因为咱会培养这个习性。咱老师在讲，修道上该惊就是正变。所谓正变就是讲头伫咧变，头伫咧变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理论就是讲叫做青蛙煮水的理论，你可能咱捌听过。这四骹当你用拿到一骨烧水的时候，甲倒落去，伊敢会水跳出来？因为烧嘛，伊水跳出来所以无代志。但是呢，若拄甲讲放落去这个冷水内底，豆来行，30度、40度、50度，伊会慢慢适应着这个温度不滴不讲，到滚的时阵，叫滚时。安尼这个做啥物？这个青蛙理论。咱老师咧讲是安尼因为咱一个人，当在这个修办道过程当中，毕竟咱拢是叫做性惯严修嘛，咱人家讲叫做惯性惯法当然讲叫做爱用情但是不管是安怎，讲咱来到这，但是来到饭了后，一定爱去甲一般社会上的人接触，尤其是若讲你咧食头路或者是做生意的人，
伫接触的过程，人讲形形色色的人拢有，所以吼，我意思是讲，假使讲，咱若怎么无注意，因咱来到有人来问着，咱看到这个会这样，咱来到有人看到这样来做，咱会记得咱家己。但是到这个世俗的了，看着人哎，一般就是讲东西安尼啊，讲的话就是遐世俗的话啊，所以呢，当时咱头仔只我会记觉着，但是呢，当时遐变成安怎？我逐个拢在讲，我到尾啊，咱家己无去记觉着，哎，人咧讲啥，咱讲啥，人咧做啥，也是咱个人做啥。一个久了后呢，就是感觉讲，我即摆就是已经甲世俗的人无两样，袂感觉安怎？这叫做流俗啊，这叫做流俗，追求这个世俗环境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讲，也小的这种咧争财，但是款咧争财的话喏，用二抓咧看，争会计，心万即摆咧做啊，不简单嘛。即摆人为小姐有去应征啊，读书啊，去应征嘛，去的所在呢？你看你讲，建铁啦，还是讲在去批灰啦，还是讲老师做厂，即摆去了，这做会计我无办，但是呢，头家甲讲你来你要做会计啦，无伊叫你做啥啦，你要做会计嘛所以把你嘛，你个他算钱啊、收钱安尼就好啦。即摆有影，我做会计做一段时间过了，即摆伊咧算钱无人啦，啥物啦？你咧为人开工，为人咧抽烧酒，你钱啊真济啊人加问啊，讲你敢免做啦？这钱心中动啦，而且稍微调节一下，但是讲啊，无人遐济，你来为人开讲就好啦，敢无？就莫用手为人开讲就好啦。安尼讲，会开讲是好啊，个安怎？对啊，对嘞，对伊了后就开讲了后，你尾啊，我莫讲，所以到尾啊，他已经到尾已经做好个。你个你不讲，已经你安尼变啊，家己没有情绪，不知道，因为你迄个环境啊，何况讲啊，都无来听道理咧，都不知道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，你的心得哪是要看？所以咧，咱老祖来讲，受道上该惊就是食变渐变，所以咱前世，咱变凡师，咱前世。在甲咱讲，为什么讲爱三不离？其实这个三不离咱老师甲咱讲，这三不离，就是咧防止啥物？防止讲变啊。咱若无，但是咱讲道理就听这啊。事实啊，咱道理都是会知道讲，不然都哪顾忌啊。但是至少咱来教堂，咱来讲佛教，咱来讲我现在还是个修道。至少来甲咱的心生化救落来，本来有伊个作用伫个啦。所以为啥物讲袂使千万袂使离开人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若真咱要加强咧，千万袂使离开经典啦。搁较好诶，讲都接近前提是，讲因主诚深嘛，经典诶讲诚浅。咱人接近伫遐好诶，伊讲咱真正已经讲完啦咱所以呢，就是讲咱爱有一种察觉的心，察觉的心。所以呢，这款察觉的心，到咱在修改上，咱人在修。我这道有一段话，这段话是清朝孙家健，这孙家健伊就是乾隆的时代，其实乾隆的前身是什么？嘉庆是。雍正。康熙的康熙的精神呢？顺治，康熙对不对？你讲已经过了3个皇帝，到咱这个乾隆皇帝的时候，伊搁较
做甲公行也叫做上书。你讲伊的官位就做官啦。所以以前康熙皇帝的时候，伊拢时常这个康熙皇帝见，所以康熙皇帝很欣赏他，都欣赏伊啊，所以欣赏伊，所以一早来经做三代分的这个代志。所以呢，这乾隆皇帝，伊有一天，才一个书叫做《三十一笔》，三十一笔书。但是呢，伊这个三十一笔书，这个乾隆皇帝的时上，民国清朝还个是算数啦，还个太平啦。但是伊有咱看出来讲，你嘛是算数无毋对，也毋过豆豆啊，伊的身躯比拢我一定会坏的，人是过我头啊，然后袂使无叫去比我的身躯啊，所以伊就加这个书。啊，伊就安尼来讲，你是你所闻则记你恶德，北是你所见则记你恶功，心是你所思则记着你恶语，三十之成乃成一百。何为一百？必消彼之，让君主死。因为这个方面安那是。啊，讲百人之上啊，哪有啥物之下无啊？啊，讲不料其死啊，是不甘不死啊。叫你向佛，敢向对啊，对无？咱叫咱坐咧，咱毋敢徛咧啦。皇帝就是安尼。啊，所以伊就是讲，伊权较细，就是讲伫伊手内底。皇帝一句讲出来，代表讲出来。所以毕竟，就是遐个咱大讲，咱是说身躯边啦，拢是希望讲会当接近你啊，会当伫伊个所在得到了一寡好处，好处。所以，就是安尼，咱莫讲个官僚内底，咱官僚就是个企业内底，也是咱所做官僚的。所以讲咱个长官啦、厂长啦、当处长啦、可能一寡身躯边的啦，咱这事就是这样，伊就是要安那，伊甲婆婆汤啊，啊对伊安尼恭恭敬敬，啊说要决策一件代志咧，拢讲哦，你决策了真好。啊，毋敢即当然讲已经做了，有已经编差去，阮啊毋敢讲目的就是咧，好看的喜欢啦，就是要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乾隆皇帝伊每一工所看伊身躯边的人，所予伊的信息就是安那，看会到伊听会到的，啊伊所接受会到的，种我人咧甲婆婆搭搭的，啊对伊的这个建设的伊。我要做啥物决策咧，我讲你和平，我讲皇帝在皇上高，啊，所以你听就是听，啊，一个听一个久了啊，头仔伊袂感觉讲安怎，但是听一个久了，到尾啊，啊，总讲一个就共款的啦，一个无共款就感觉咱即个人就条要到高价啦，高价啦，啊高价咧，伊当然就对即个人嘛，这叫不爱一个皇帝做官来的事，变成安尼。所以呢，讲三十一笔乃三十继承乃生一笔啊，哪一笔？就是该消停，但是呢，要保君主。咱情况咱平常时啦咱规咱拢做了真好，咱收养也真好，大家拢真拍拼，咱真拼啦。拢都有够好个啦拢慈悲善良啊，就你拢真够讲啦也许他是真心话，但是因为这物件听了一个资料，毕竟咱一个无一个是确实，没有啦，因为他的缺失，但是都当然的，真的把我们的缺失讲出来，告别安尼嘛，告别安尼嘛，这个听不惯，因为咱已经习惯啦，习惯咧听个好话啊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人，包括咱讲那缺失的人，那个道理，那个叫做啥物？叫消，消停的人，咱婆婆他们，让君主嘛，君主就是我们咱不爱搞这个，所以，这孙家庆他讲，
别正君主之所国在即，小人以君主忠义，以请信的，渐渐以逆失相迎，百姓相合，心失相投，所以以奉之以世事可万者，处境以啊，是彼可心盖于吾王之战。所以呢，伊即句话最主要是叫人对一下。伊讲别就是君主者啦。我讲来，我小到就是新词啊，讲复杂但是财呢，来不一定哦。迄是君主嘛有啊，小人呢有啊，甚至这小人佫可能佫比君主，迄才能来讲做代志就对啦，伊头壳就对啦，人品度就对啦，可能佫比这个小人，迄比君主佫较好，而且信的。所以呢，伊身躯边头啊小人愈来愈济，因为咱介意行诶物件，头愈来愈济，所以刚刚地目睭所，咱的心所要爱，遐物件一直头来，君主呢头管理，所以咱身躯边头这到尾都袂做啥，拢消。就是讲咱要爱的人啦，咱要含咱斗阵的，咱要介意的人，变成遐，咱若安尼，咱就袂。所以这个是讲，这医病来，咱人实情的这个培养，其实拢是为这个长辈开始。头一摆嘛，一摆，甲咱家己拢做唔知。所以讲以互伊治，一个昏迷的所在。所以咱用先做，毋则讲信心不离昏迷，动机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假使讲来讲生死的时阵，就讲。这个血压头一他那些有掉尾了，拢倒来，拢要搁爬咁快，人家在爬，难啊！我回不去了，看讲题，我讲嘴啊，大力大回不去了，回不去了，所以饥渴不行改，他们在讲修心，所以修心理对他。咱平常做叫察觉心，咱今讲修道修心，为啥讲修道修心？为啥讲互咱这个心啥物算心？爱有啥物关心？咱来做前者有讲，我现在是啥物关心？我现在是什么心？你讲我的心态是什么？这个很重要。开始讲咱连这点在拢做过，就是啊，有属体，水属体，你平常是咧讲的啦。所以咱的道场可以前几或者是一些靠近，看一段时间之后，可能是不是会这样，挺科学啦，挺科学。所以呢，刚才我们的察觉心，再来就是讲，爱要关心。关心要关啥物心？关啊，应该关心嘛，关心嘛是对啦，但是真应该讲关心嘛。关心就是讲你这个人平常时好病，心情无好，安怎代志，你关心一下。这若是应该讲讲关啊，莫互走开安尼，把它关起来。本来应该无的物件，关起来，你平时所讲的，咱人的这个人心贪嗔痴苦，这物件爱甲关起来，所以就讲嘛。咱人因为相信，安尼家己生一个画像，一个雕像，家己生物件，家己是重要。生出来遐物件，我爱甲关了来。所以我照着讲，这庄子应帝王篇内底的话话，我甲咱做参考，这看起来真像安尼，无啥别咱遐，但是我甲咱讲一个可能不清楚，这是问题。讲南海之地疏，北海之地屈，中央之地混沌，所以屈时相互，有为混沌之地，混沌代之神仙。这个就是讲南海之地啦，北海之地，中央之地。南海之地名叫做疏，只是疏甲疏，或者咱讲
叫疏皮啊，疏共款意思。啊，所以北海地叫做云嘛，台湾就叫做疏云嘛，叫疏皮的意思。啊，中央之地叫做混沌，混沌啊，对解出来，伊地已经是进前，叫做混沌嘛。啊，所以云就是讲伊定定拢去对去找这个中央之地，这个云哦，讲交代，然后伊来到好的，然后所以因两个呢，这个疏甲云呢，就讲好，这个混沌呢，对因遐比较好，遐报答啊，所以云五步混沌之间，我应该有一条以是经实实，主动无有，常时做一条，甚至是意思讲大家拢有一条，爱听爱食爱补爱品咱有好食拢爱经过一轮若要到食较好，就是爱经过这辛苦嘛。当然啦，伊这辛苦感觉是，咱一方面含一个汤，酒边仔出，这叫做一口。所以因为伊无，伊就要享受，咱食好食的物件，听好听的歌，所以呢，就安那。日日，开一天，我一条我开几日，7天，7天开了来，我这个文会挑，故事就是安尼。袂使这个到底是在讲啥？在讲啥？伊是在讲咱我有讲，咱人是讲，因人相照，咱陆边接受陆边，就是讲本地，云端就是讲天地面开始进前就是讲咱叫做本来面目啊。咱本来面目就是叫做神，咱就是总是叫做自身，咱无一个这个物料。但是呢，经由着这个陆边接受着陆边了后，就甲你一些辛苦一放下，甲接受着陆边了，食要食好食，穿要穿好个啊，听要听好听话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开窍，毋是咱开这个地理条迄个意思是讲陆边接受陆边了，咱产生这个心，就了这个稳了后开始，这叫做了心。讲咱若本身偏心了无去啊，偏心所以来讲，就叫挑，根本就袂错。伊个故事咱讲就是安尼嘛。所以咱即摆就是讲咱即摆咧，讲咱因接触遮物件，是讲咱本地所做的物件，咱就咱就讲，即个乌云要安怎扫掉过哦，即个是讲更凉快，这是咱要做咩？所以，咱老师讲啊，爱情就是爱淡，因为咱老师讲啊，讲万辈之毒该生，伊浪只有一滴药可解淡。咱人会生这个病，其实咱有了人心了，开始就已经破病。咱这心就已经有病啊。心有人心了，开始就已经有病啊。所以咱今日就来听这个意思。所以你讲万辈之毒该生，伊龙就是狗啊。特别爱啥物款物件，特别狗其实咱来想看卖啦。咱莫讲啥物款，食的也好啊，大的好，穿的也好，只要对某一项物件特别狗，这个情用了特别济时阵。当然，这个情，这个龙，包括是讲人甲人之间的这个情，人甲鬼之间的这个情，等等。人特别高的时阵，其实这个是讲人心已经生出来，人心已经生出来。所以呢，咱老师讲来讲，这病万病毒就算生，就是来做产生这个回归头咧讲咧，但是呢，讲只有一药通解，就是爱淡，淡。为啥物讲淡？所谓的淡，咱有一句话讲淡泊名利嘛，要淡泊名利。淡泊名利，实际上就是讲，要回归到一个讲咱生活的心，叫做欢乐，叫做欢。其实咱本来需要多少这种想要爱，也有这啦，所以要传要靠
当无明理，好，咱这边有讲过，就是毕竟，咱看万事万物一切拢当作是真诶，拢会当作是真诶是我诶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国家内底有个公平的观点，第一个观点来讲叫做无牛观，第二个观点叫做白骨观，哦，啊，为啥物讲叫做无牛？其实咱人的这个心啊，跟咱真有这个共款，哦，咱心高伊嘛，哦，咱就甲啥物甲高，但是呢，咱亲像因为牛咱若做落甲白条的呢，其实嘛是拍走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哎，当作，当作讲，哎，这个一切万事万物，咱当作讲是白骨观，你只要弥补啊。为啥物安尼讲？我讲咱人好啊，咱林志玲咧看吼，大家拢讲伊足水，咱甲有一天若倒落去了，啊，100担回去，咱搁甲看，你是变成啥？买个头一堆啊，你是讲已经变腐起来，完事啊，你打等，搁小小就变成不如啊，是毋是？是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咧，咱就是讲要有一款的这个看法，要有这种看法。另外就是讲，咱来知讲，咱人生也分是道。咱今日修道，它的本质要认识到说，哎，咱人生就是分这个苦啦。咱刚才讲啊，原来叫做是苦，我袂感觉苦啊。啊，但是为啥我要用来讲，哎，人生本质就是苦。人生啊，人生本质就是苦。我先跟咱做长课，对咱讲好啊，无老人苦。因为是吼，生活伫咧自己内底啊，讲实在啦，当时你感觉我咱是苦安尼啦。咱去年我来到咱田了，啊去运动，也在挣钱，啊挣钱呢，哎我，咱也钱吼，咱斗钱讲，咱袂感觉讲我人生苦的人请你来取啦吼，啊内底我其中有一个国中生，啊，伊通大